你有冇發現有一啲人顯化願望好快好輕鬆，但係自己咧就時得時唔得。明明自己已經好努力保持正面思維，我日日都做冥想、做肯定句、寫感恩日記，但係有一啲願望總係遲遲都未顯化到。究竟我有一啲乜嘢做得未夠好呢？如果以上係你遇到嘅問題，可能你忽略咗以下呢3個關鍵嘅因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Veron 明慧，我係一位身心靈療癒師、靈性顯化教練、臼井靈氣大師同埋金錢靈氣宗師。喺呢個頻道，我會分享唔同嘅顯化同埋療癒嘅方法，幫助大家實現夢想，活出理想人生。而家請你花個2秒鐘讚好同訂閱我嘅頻道，打開通知，咁你哋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影片上傳嘅通知嘅啦。顯化失效嘅第一個關鍵因素係太心急，同時間顯化太多願望。我有一個學生，佢啱啱學習吸引力法則嘅時候，佢覺得呢樣嘢好好啊，所以咧佢好心急，想顯化好多唔同嘅願望。佢又想顯化加人工啦，想顯化一個新嘅男朋友啦，想顯化一筆錢俾佢去旅行啦。咁所以咧一次過就落咗好幾個唔同嘅願望。咁有一啲小嘅願望咧就已經實現咗啦，但係咧佢最想要嗰幾個願望咧就一路咧都未實現。呢個情況咧喺好多新手或者學習緊嘅朋友身上咧經常性發生嘅。咁係咪代表唔可以同一時間落幾個訂單呢？咁又唔係喎，只不過喺你未熟習掌握點樣去提升能量同埋運用能量之前咧，我哋集中能量專注顯化一個訂單會比較容易實現。因為願望顯化嘅核心就係思想同能量保持一致。世界上所有嘅嘢都係能量。吸引力法則嘅公式係，我哋唔會吸引到我哋想要嘅嘢，只會吸引到我哋擁有嘅嘢。就好似我哋調校電視頻道、調校電視台咁樣，如果我哋要睇明珠台，我哋要將個頻率調到去明珠台嗰個頻道，先至可以睇到明珠台嘅節目。如果我要睇翡翠台，我就要調校到翡翠台嗰個頻道，我先至睇到翡翠台嘅內容，係咪？呢個係吸引力法則不變嘅定律。如果本身你嘅能量係偏低，而家雖然係調整緊，但係咧仲未穩定。當你左一個願望，右一個願望，你就會將呢啲能量分散咗。我咁樣去形容啊。假設你而家嘅能量值係7，你有3個願望想同時顯化，咁你就會將呢7分平均分配咗落呢3個願望度，每一個願望咧係2.33333咁多嘅能量。咁你覺得每一個願望你只係放咗2.33333嘅能量喺上邊，會顯化快啲，定係集中將所有嘅能量喺一個願望上會顯化得快啲呢？所以專注喺顯化過程裏邊係非常之重要嘅。我哋可以集中注意力顯化咗一個願望之後，再顯化另外一個願望，由完全唔熟去到熟習，再去到完全掌握，慢慢咧你都會變成一個顯化達人嘅。第2點就係將你嘅能量消耗咗喺一啲冇意義嘅事情上面。我哋同宇宙落完訂單之後，你唔會坐喺度乜嘢都唔做就等個訂單顯化噶嘛。我哋係要積極行動去做多啲可以令到訂單顯化嘅事。例如你落咗一個訂單係我要成為一個國際知名嘅鋼琴大師，咁你要每一日都花時間去練習呢個鋼琴，同埋你要學好多唔同嘅曲譜去提升自己，慢慢去調整，再去學習，再去提升，咁樣一步一步就會實現到你嘅夢想。假如
今日你個好朋友阿 Peter，佢同你講：哎呀，我今日好唔開心啊，因為我同我上司咧鬧不和，我上司咧又對我點點點有幾差有幾差，跟住啲同事咧又咁講我，唉，我真係覺得好辛苦啊！一大輪嘅投訴，一大輪嘅抱怨，你咧就用咗時間去聽佢訴苦。琴日你嘅好閨蜜阿 Mary 就因為同男朋友鬧分手，咁又非常之唔開心，佢又揾你陪佢啦，你又陪佢食飯睇戲訴苦散心，咁又用咗你大半日。每一日我哋都可以有唔同嘅事發生，今日可以係呢個朋友唔開心，聽日可以係另外一個朋友唔開心。原本你用嚟學習、休息同提升嘅時間呢，你就用咗去陪朋友去聽佢哋訴苦。記唔記得大衛霍金斯呢個能量計算表啊？訴苦佢嘅能量係高定係低啊？咁你覺得係一個低頻可唔可以顯化到你嘅願望呢？係唔得㗎。嗰日你可能做完感恩練習，你嘅能量提升咗，但係聽完朋友訴苦之後，你嘅能量就俾佢拉低咗啦。喺呢個時候，可能你就會講：咁唔通朋友唔開心失戀，我唔陪佢咩？咁咪好 hurt 佢㗎喎。唔係，我唔係咁嘅意思，我都唔係一個冷漠無情同埋不近人情嘅人嚟。但你有冇發現呢？我哋身邊總係有一啲人，佢哋咧好鍾意揾你，好鍾意分享好多嘢，但係講嚟講去咧，都係嗰幾個人，嗰幾樣嘢。每一次打俾你咧，或者同你傾偈嘅時候，都係各種嘅抱怨啊、投訴啊。佢會講啊，嗰個人對佢有幾衰，嗰個人有幾 hurt 佢，佢自己有幾慘、幾痛苦、幾無奈。大部分嘅內容都係一啲低頻，係一啲負面嘅嘢。同埋你有冇留意到，每一次你同呢一啲人傾完偈之後咧，你明明嗰日係好精神嘅，但係傾完偈之後咧，你個人會好攰，好冇精神，好想瞓覺，因為佢哋吸走咗你嘅能量，佢哋將你當成咗一個情緒嘅垃圾桶。當佢講俾你聽嘅時候，佢將佢哋嘅負能量傳咗俾你，佢哋成個人會輕鬆晒。但係你呢，聽完之後就接收咗佢哋嘅負能量，所以你個人咪會覺得好攰，好冇精神咯。但係你要知道呢一件事對於你喺顯化上邊係毫無意義嘅，反而仲會令到你嘅顯化會推遲咗添。所以呢，我哋要識得篩選朋友，盡量遠離一啲低頻率、低能量嘅人，因為呢一啲人係會消耗咗你嘅能量。要接近多啲高頻率同高能量嘅人，大家可以互相支持同埋滋養對方嘅。呢一啲人呢，係可以幫助你更加提升自己嘅。因為一啲鍾意抱怨嘅人，往往佢哋嘅焦點只係想揾一個發洩對象，而唔係喺改變同埋成長。所以咧，你會發現好多時你提供俾佢哋一啲嘅解決方法咧，佢哋都唔會聽得入耳，甚至乎話俾你聽做咗冇用。佢哋只係享受成為受害者嘅角色啫。第三點，對顯化嘅過程存疑。不信任宇宙。喺你心目中，你認為顯化係點樣嘅？係唔係我落咗訂單之後就去到結果？你嘅願望顯化係一條直線嘅？未必㗎，好多時都會經歷過一個叫做橋樑事件，有一件事發生或者多件事發生，先至可以去到你想要嘅結果。有好多人喺橋樑事件出現嘅時候，佢就會開始懷疑宇宙，質疑吸引力法則，開始唔相信，有抱怨，甚至乎有一啲係會即刻放棄咗，因為佢哋未明白宇宙為佢嘅安排。你有冇試過喺趕時間嘅時候搭的士，個的士司機行咗一條你平時唔行嘅路，
嗰一刻你個心裏邊會唔會諗，咦，我平時唔係行開呢條路噶喎，個司機係咪兜路啊？佢係咪以為我唔識，諗住我，要我俾多啲錢啊？就好似我哋喺顯化過程之中出現咗一啲未如理想嘅事，你個心會有一個疑問，係咪我嘅訂單落得唔夠好？宇宙係咪收唔到我嘅訂單呢？例如有一個女仔，佢落咗一個結婚嘅訂單，係想同男朋友結婚，過住幸福嘅家庭生活，但係點知呢，婚結唔成，反而同男朋友分手喎。但係喺分手無奈，佢就遇到佢而家嘅老公，結咗婚，仲過住好幸福、好開心嘅生活。個劇情係咪好熟呢？你一定有聽過，但係點解會咁呢？因為宇宙知道佢當時嘅男朋友俾唔到佢想要嘅幸福生活佢，所以就安排咗另外一個更加合適嘅人選俾佢，實現佢心目中認為嘅幸福生活。一啲看似不幸或者困難嘅事，其實背後都隱藏住宇宙送俾我哋嘅祝福同成長嘅機會。好啦，今日咧我哋就講到呢一度，希望今日呢一條片咧係可以幫你哋解決到喺顯化上邊嘅一啲盲點，令到你哋喺顯化嘅過程更加輕鬆同埋得心應手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一條片幫到你嘅話，請你 share 俾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，幫助佢哋顯化理想人生。我係 Veron 明慧，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